Hello，大家好，我是红哥啊。时间呢过得很快呀，一转眼一年过了1/3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焦虑啊？当然，我个人是比较焦虑的，时间过得太快了。那3月份呢，陆陆续续的收到不同区块链项目的空投呀，比如说 ARB 啊，还有这个 Space ID 啊等等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项目的空投，比如 Blur，还有其他的啊等等。让人呢开始呢有了一些懈怠啊，因为陆陆续续的一下子空了这么多了，好像人呢开始放松了啊，没有过去的那种紧迫感了。那特斯拉红哥呢特意去翻了一下自己操作的记录和追踪记录啊，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呢，差不多参与了接近300个项目。那其中呢有一些区块链的项目呢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也就是你可能随随便便去做了一下，最后呢发现哎还有空头啊，确实很惬意啊。比如说在Web3领域当中呢，有 Defi Radar，还有这个 Web3这个域名板块呢，也参与了好几个，比如说这个 ENS 啊、K 啊，还有这个 Space ID 啊等等啊，这些呢基本上都是无心的去参与了，最后呢都给了空投啊。当然，ENS 是2019年的时候呢是发现了这个项目，那当时去参与了一下，那这些呢是已经获得空投的，在DeFi 领域呢也获得了很多的空投，比如说在这个 Parswap 还有 OpenLeverage 等等啊，这些项目当中也获得了比较可观的收益，比如特别是这个 Parrot 的话，上线的话一个账户差不多接近$7000这个样子啊。那公链方面的话，在去年的话呢，可能就阿布托斯呢，可能表现的还是比较出色的。那当时在2022年基本上没有像样的空头啊，基本上这一年的话，基本上都是沉浸在这个崩盘暴雷，还有这个无尽的这个循环当中啊。先有 Luna，后有这个三剑，再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投资机构，再有的话就是后面的 FTX、Mland 还有等等这些一系列的，还有当然还有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都在破产的这个边缘当中无限的循环啊。但是2022年的这一年呢，特别的难。那当然的话呢，最近的话还有这个 ARB 呢，等等，也是在这个今年呢发现的空头，当然还有这个 OP 啊，也是在2023年发的空头。当然这一年呢，今年一年的确实把过去这一年当中的这个飞卖都洗掉了啊。当然这几年呢，自从离开交易所之后呢，便开始专注于这个项目的投研呐、空投呀、二级市场的交易等等。或许呢，等下个牛市结束以后呢，交易可能会成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啊。相比2023年呢，可能依然会把一部分精力呢放在空头这个市场上，另外一部分的精力呢可能会放在交易和这个下一个百位币的工作上面去啊。当然，如果你想进红哥的内部群呢，扣的一个月辅导呢，可以看我的主页啊，争取呢早日退圈。当然了，一路走来了也有很多的朋友呢跟着红哥呢获得了很大的收益啊。特别是在空头领域当中呢，也有很多的朋友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结果比如说 ARB，还有 OP，还有 Space ID、APT 等等都有很多的朋友了通过这几个项目呢，也获得了不错的收益，特别是 ARB 我知道我的下面一个会员的话，他们通过这个项目，基本上把他过去的负债基本上都还完了我昨天问了一下目前还完了负债之后呢，还剩了有几万个那这几万个如果在下个牛市如果涨个20-30倍的话，那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了最多的话呢拉到了十几万枚的这个 ARB那2022年呢，可能是所有人最难的一年这就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的一样的特别飞卖的，特别阴霾的一年。当然这一年呢，我们帮助了一些客户呢打理他们的资产在2022年的3月份开始了，帮一些客户打理资产收益也是比较可观的。当然后来的话，因为某种原因的话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的市场的话，基本上都处于一个下跌的状况。那后面的话呢，因为种种原因解除了合作，当然了，对方呢也没给我们付费那后面我们也基本上也不合作了那今年的话，我们即将继续的专注于社区内部的这样一个服务，那服务去更多愿意相信跟随的朋友期待在下个牛市呢带领这些
伙伴们一起早日上岸。那今天没有太多的内容了，就是对过去几年呢做了一次总结啊。接下来将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去辅导身边的朋友啊。马上4月了，预祝大家在新的一个月呢收获满满啊！想要得到更想要的呢都能得到啊！如果说你想进红锅的内部群呢，可以看红锅的这个主页啊，上面呢有进群的一种方式。好的，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还没关注红锅的可以加个关注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